随他下葬的，还有一封为他平反的诏书。如今我终于知道，原来在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。原谅我陌生的眼光。而我的是非功过，自有后人评说。陆渊，我会花毕生时间去研究这些新的史料，向世人还原一个最真实的九国时代，为你们证明。待会儿帮我在这儿拍张照。好。哎，这不是那个妖后录什么的？哎呀，不是都已经证实了不是妖后吗？你有没有看新闻啊？那个好看啊，看。这弦总是断的，好像专家说他入土的时候就是断的。真的假的？断的可好？怎么就这样？太奇怪了！你说哪个王贵族太可惜了，断了线以前的制作工艺真是我听有个 UP 主解说什么完好无缺的只是物件，断了弦才是故事。可没有什么自己拍下来，听起来还挺浪漫的。哦，全是断的。你的弦外之音太隐晦了，比咱们的密码本还隐晦，后人听不明白。不明白又如何？有一人懂，便足矣。我也不懂，不如你讲给我听吧。我